你好，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，我是曹欣。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南投埔里今仔早起8点46分发生规模5.1的地震，极浅层深度15.5公里。台大病院要推动一日手术，开刀迄天暗头就会当出院，希望减轻夜班护理人力的负担。泰国曼谷巴士卡伫冰高岛，结果去后火车弄起嚟，至少8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观众朋友，南投埔里今仔早起8点46分发生规模5.1的地震。地震中心表示讲，这摆地震的深度是15.5公里，极浅层，板块小 A 小 K 是主因，也未来一礼拜内有可能会发生规模4到4.5的地震袂。伫监视器画面看到厝外的树花摇摇海海。伫南投埔里的这间店，因为突然间地牛冰心，店内电火又甲强要落来，全要开店的店员也惊到。这边地震发生伫个礼拜早起8点46分，南投埔里店突然间地牛冰心，规模5.1的地震，深度15.5公里，算极浅层地震。不过民众感受真明显，好加在摇的时间只拿2秒钟到4秒钟，上大震度伫个南投县各城4级，台中雾峰3级，花莲县西部甲苗栗后浪拢3级。这边地震是单一独立的地震。这个地震的主要的成因呢，当然跟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碰撞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有关，发生的位置也是在一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。那这个地区因为它长期受到应力累积，然后作用，那这个地方的岩层它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应力的话，它就会破裂，然后释放能量。地震测报中心提醒大家，未来一礼拜可能会有规模4到4.5的浅层地震尾。除了可能还有地震尾，天气也变较烧热。气象署讲，未来西半部云较少，东半部云较多，方向对偏东风转做东南风，线尾变做西南风天气。全台湾日时温度悬有可能升到30度。各地的温度在未来1周都是有接近到白天30度左右的一个高温，那南部可能是33到34、35度左右，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，因为比较偏内陆的关系，所以部分地区的温度会比较接近到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。气象署讲，未来几天南部外山区的高温有可能到36度，提醒民众要注意日头晒加加啉水。因那东部地区可能有局部降雨，南部地区是过头了雷阵雨，大家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中会考今仔日第2天考自然、英文甲英语听力，会考伫咧中昼结束，也成绩会伫咧6月初5来公布。考生加油！各校教育团当天为考生加油，超过18万考生参加高中教育会考。17进入第2天，考赴自然、英文甲英听，不少考生伫家长陪伴之下，透早就到考场来准备。物理对我本来就是我比较弱科，所以就是不会很有把握。从小就都有在学，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。自然有生物啊、物理化学啊，都混在一起，所以准备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多一点。其实重点不在整个成绩与否啦，重点是在他的经历过这一场的会考。他的人生的经验跟体验会有不太一样的成长。考生感觉自然考试理工学科的重要基础，英文是甲国际沟通的重要工具，拢免偏废，会tìm着兴趣。不过，这摆会考的作文用互以事物新面貌为题，要求考生为生活经验出发，思考局部翻新改变用途，或者是家己创意了后产生的新价值。考生感觉发挥无什么困难。作文科目比较难，作文就还好吧。作文那个永远都这样啊。都4级而已，要写好不容易，可以从很多地方取材。那你如果要取到就是切中改题老师的意的话，那就是不容易。第一次当考生家长，实在是考试现场的还有他的临场表现，其实我们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把握。开始考试的提醒声音响起，考生开始考试。在中昼考试结束了后，由教育部长陈永尧在台中的会场开会会考成绩，按算6月初5公布，6月18开始开放选志愿，7月初7进前公布分发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针对台北鸟鼠增高的问题，经立委阁加入是质疑蒋万安市府甲大澳公园的垃圾桶封起来，安尼敢会当来解决鸟鼠的问题？台北市公园处是回应讲会甲垃圾桶封起来，是因为真侪人去等厝内的垃圾遐是喷水。今日开始呢，会甲封起来的垃圾桶拆掉，按算伫咧5月18进前来完成。台北市最近有鸟鼠的问题，市政府正伫咧进行12个行政区大清消。民进党前立委郭家麒伫 FB 抛出一张公园垃圾桶互人封禁的相片，讲封垃圾桶敢就能解决鸟鼠的问题。垃圾桶都贴起来不用的话，有点不太实际。本来就不遵守，他可能就会把垃圾这边吃的东西随地乱丢。老鼠的问题就是跟这个垃圾桶问题可能有点不搭嘎吧。我觉得应当有更好的做法。实际来内湖区大公园看，现场的封条已经拆掉。台北市公园处澄清，相片内面的垃圾桶是concrete做的，按算10倍进行拆，是伫厂商拆进前先围起来。封起来呢，本来就是要拆除，而且就已经拆除了。公园处定期评估垃圾桶设置状况，观察到民众对此处垃圾桶需求不大，反而常遭人弃置家用垃圾。为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与管理效率，确定此处垃圾桶排定拆除。照统计，大公园会拆3组，明美公园4组，碧华公园5组。内湖区在地议员有人赞成讲，解决鸟鼠的问题，才保持环境清洁。有的是讲，市府安尼做，表示长期以来清洁能力拢无够。暂时的封闭这个公共垃圾桶，其实是必要而短暂的措施。要提醒高嘉瑜议员，要好好的整理一下家里，不要像之前一样哦，再把衣服堆积如山。或者是泛黄的枕头都不做处理。蒋万安面对鼠患问题，从头到尾都只想做舆情管理，不想做城市治理。沈伯洋在4月底就提到要注意垃圾管理，半个月过去了，市府终于愿意处理垃圾桶脏乱的问题。可是解决的方法呢，竟然是最原始的移除跟封闭。照资料，自从今年发生汉大病毒第1例了，台北市政府立即行动员超过74000人次，平均82人次掠到1只鸟鼠。自5月开始，包括成立鼠类真防司，找专家甲学者开会。议员王成奇是希望市政府爱甲防治工作组落力动员提升到科学方向，互防治工作有规则才会做，有资料会当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昨昨伫咧台南有一个赛车的富人人，探讲咧等红灯的时阵，落车伊赶粪扫走对路中央，冲对粪扫车遐去，好，这是影响交通，毋但家己危险，别人嘛危险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是确认这个富人人尚无是违反3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加以处罚。这个穿红衫的富人人对车路中走过去，撞过红灯，敢若是要去头前倒粪扫，而且伊还可是对一台正伫咧挡红灯的车加速速落来。有人16下昼赛车经过台南后惠路4段，落到这个正罕过的违规的行为，大家拢认为伊影响交通。很赶啊，应该要停在路边啊。哎呀，他这样子会影响交通，而且车子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这样。他不懂得这个后面的后果到底会导致多大的危险啊！所以这个罚单我觉得刚好而已。若是走伫咧车路顶搁撞红灯，伊等到车顶的时阵，拄好变青灯，伊毋是向前驶，是向倒边切，其他人车拢互伊撞到。警方讲，伊只就违反3条道交条例的开单。驾驶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快车道临时停车。第78条行人闯红灯、擅自穿越车道及第48条左转弯未驶入最内侧车道等规定，本分局将依职权举发。以前真侪所在拢不发生过无适当的等粪扫的行为，高雄就办法民众为了方便或者是赶时间，袂说敢若到篮球共款，甲粪扫等去哩粪扫车，环保局请民众爱家己注意粪扫车来的时间，等粪扫车到位才等粪扫，才袂因为等伤大力，危害家己或者是清洁队员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丰原有民众发现讲哦，因种的食物啦、盆栽啦，去互2个少年家野婆啊乌白泼。也迄搭呢，伫咧学区附近，民众就惊讲哦，若是学生囡仔去互泼是要安怎？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3点钟就掠到人，是2个少年家，才19岁。因讲是因为好耍，毋是甲人家玩手，也专案依法上班。
昨日透早4点左右，两个少年查甫人行伫丰原区三丰路的这个巷仔内底，其中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手提一支长刀刺激的人，了后伊嘴边啊面摕有食物，雄雄用刀扑，倒地朋友无阻止，佮手咧用手机啊翕。了后捡其中一张食物，赶紧逃离现场。加工透早就好发现门口口的食物无顾受灾殃，调监视器看到这一幕，一直讲心惊惊。如果当时外面有人的话，他可能砍的就不会是针对植栽，可能是针对路边的民众。所以这边尤其是学区周遭，所以可能很多学生下课或者是学生落单的时候，可能就会遇到这些人。自福讲虽然损失，敢若是食物，毋过两人伫个主题区人多的行为，也是互人感觉诚不安。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个丰原这间高中对面，周边是学区甲主题区，平常时都真侪学生甲家长出入。这代志虽然发生伫半暝啊，所以引起附近的居民对当地治安的疑虑。对，要是砍到人怎么办？而且路边的人看了也是会。觉得很恐怖，对。假设我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儿子这种他还没有出社会的经验不足的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儿子躺在这里看个时候，我儿子就很晚才在睡觉，看个时间拍得到外，那从后面过来一刀砍你，真的莫名其妙啊！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后，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，透过监视器扩大过滤。这17透早3点多，将19岁姓刘加姓齐的嫌犯抓到案。全案警询后，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。已请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嫌犯表示，当初是伫网络买，两人甲厝主无结婚，完全是因为好耍。警方表示，虽然是一时好耍，不过也已经触发，对咱依法将两人送办，也加强当地检警率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总统府公告医疗法修正案3班互病比是正式立法。卫福部规划明年开始医学中心先实施。台大病院的表态讲，因应新制度会来推动一日手术。先对心导管膀胱镜这手术就去做，意思就是讲啊，病人迄天开刀，迄天暗头就会当出院当厝休养，希望来减少病房的占床率，来减轻夜班护理人力的负担。为改善护理职业环境，3班互病比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。卫福部规划明年开始由医学中心先上路，国内医学中心龙头台大病院先表态，因应新制上路会推动一日手术，来减少病房占床率甲夜班护理人力的负担。心导管如果只有检查，里面没有装支架，只是做检查而已就 OK 啊。在美国都是1天就结束了，你为什么台湾人不行？这样可以让民众早点回家吧，恢复正常生活啊。台大病院表示，医疗科技进步，过去开胸坎啊、开腹等大型手术拢改做微创类似镜顶手术，所以计划将过去爱大院至少2.5天的大院手术改做一日手术，各种术前评估改伫门诊，初步锁定心脏内科、泌尿科等，包含心导管、膀胱镜等手术。病人登记手术了后，尾仔嘛就用出院，等厝休养。商业的保险的一个规定，必须要住院给付，实支实付。所以他会要求要去住院的一个情况，而形成所谓假性住院的情形。在过去的统计，半年可能就是会使用健保的资源超过40亿元以上。台北警总也表示，无论是一日手术或者是一日大院，拢是全球医疗出色。反正部分手术已经改做门诊手术。尽管会指出，已经甲卫福部就险也建议推出1年期在体医疗照护险，包含特定在体医疗处置降价、加成大院甲医疗资源浪费，按过给付范围、定价加适用对象，一元爱国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台湾棒球的发展是超过100档，今日特典来开幕。全台湾基层的球队，这个老师学生啊，是集做伙看这段辉煌的历史。不过拍棒球课的经验是无够，带队的教练就讲现实的，讲即马基层伫咧运动科学的资源有断层，是希望政府来重视。莫因为讲这个资源有差，怎影响囡仔拍棒球，限制着因的发展。请启动。台湾棒球的发展超过100年，自早期加入棒球队、枫叶小棒，一直到这么豆腐蛋，甲陪着上万人来看比赛。礼拜这场棒球特典的开幕仪式，来自全台湾各地基层棒球的学生，看到标定棒球辉煌的历史，也有带领团体校长对未来较有希望。让未来可以像那个
因为东华一样，可以守2垒，然后守得越来越好。伫这个学生内面有看到一个正路身高197公分的球员，是来自关西国中的投手温富良。伫现场看到棒球的传奇，讲家己会更加努力，目标是去国外拍球。5点半要晨操，有时候就是会很累，会想睡觉，但是告诉自己要努力一点，去国外打球。不过，敢若靠球员的热情加训练还阁无够。现场带队的基层教练讲，基层学校伫运动科学拄到正大的断层，需要政策加资源实际的斗3工。动作检测的那个摄影机啊，或是测速枪啊，可以在测他们棒尾。就是他们的会棒轨迹的东西，对这一类的东西，其实这对我们基层的话，其实比较难取得。教练认为，环境的健全甲运动科学的方法是养成后一代的关键，希望唔当互资源差距限制囡仔的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讲泰国曼谷昨有火车动巴士。一台巴士有载人，不过那像讲这个栅栏呢，有各样也红灯拄好卡伫咧平交道，结果去互一台火车弄起哩，随爆炸，规台巴士是烧起来，至少8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路口真侪车塌甲袂顶袂动，一台巴士疑似因为红灯拄卡伫平交道，这时阵一台火运的车完全被副大挡啊直接撞到，弄个六头大甲惊到现场的驾驶甲骑机车的人。มันติ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ู่รถเมล์มันก็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รถยนต์มั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ติดไฟแดงทีนี้ระหว่างคนที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รั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ี่ป้อมนี่กับคนขับรถไฟไม่รู้มั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ันยังไง这个意外就发生在泰国曼谷市中心，大火甲乌烟一年半就将规个巴士烧了。真侪消防人员甲搜救人员马上赶到现场，油水线伫乌烟内底咧拍火。这意外造成至少8人死亡，数十人受伤。เจ้าหน้าที่ที่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ครื่องกั้นถนน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นำเอาเครื่องกั้นถนนลงให้ได้นะครับประกอบกับมีขบวน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ขบวนดังกล่าวนะครับ2126เดินทางเข้ามานะครับ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หยุดได้ทันก็เลยเกิดเหตุอุบัติเหตุครั้งนี้国家铁路局解说意外可能发生原因，后续会调行车记录器检查列车速度甲人员作业流程来确认责任。不过，详细意外后家属无法度接受，伤者朋友也出面呼吁当局爱有合理的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第70届澳洲歌手大赛5月16日伫维也纳比总决赛，保加利亚的歌手夺下冠军，也因为拍加萨红 DJ 以色列是连续第2档摕亚军。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接下冠军杯，最近迈克。这是澳洲歌手大赛70年来第一遍有保加利亚歌手摕冠军。比赛前无算热门的 Dara 用这条融合真侪保加利亚民俗传统曲目舞元素，结合电子 Tempo Bangarenda， 伫咧专业评审投票时阵就摕到领先，观众投票这部分也摕到真侪票，上尾也摕到冠军。第2名是发动加沙战争，拄到强大批评抵制以色列歌手诺姆比坦。这首完美的抒情摇滚歌曲 Michelle 伫观众投票这部分摕到超悬的人气，和以色列连续第2年摕到大赛亚军。第3甲第4名分别是罗马尼亚甲澳洲的歌手。决赛时阵高水准的舞台效果甲专业的歌声，互粉丝听甲茫茫茫。这场比赛观众投票占分正重，一直拢有侨民票、邻国票、政治同情票。比赛后就让看出这种现象。I'm so happy Bulgaria won. I just didn't want France and Israel to win. It was my only option. I live in Italy. Of course, I love Italy so much, but I'm Turkish. Bulgaria is our neighbors. I have Bulgarian friends. I'm so happy Bulgaria won tonight. 以色列侵略加沙，3核准参加比赛，今年包括西班牙、爱尔兰、冰岛、斯洛维尼亚加荷兰等5个国家，拢抵制或者是退出。实际参加比赛剩35个国家，被认为是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反对事件。在保加利亚第一遍摕到冠军了，明年的比赛将会第一遍去保加利亚办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。最近牛怪花伫咧生态台南的文旦咧出路得面临危害，马岛农会甲农改场就呼吁农民爱加宣传适含井来压这个牛怪花，确保文旦来收成。
麻豆文旦行内底树根因看到放2片茶帮，一张放3到5组，用处处靠伫树身的方式。啊，毋过这毋是固定树身，是要防止赶集在上天娘，也就是牛犅花危害。咱甲选择用物理的防治的方式，甲掠，伊味道就降落来啊。每日巡视，若发现牛犅花有生2个笼内一条气毒，降低生态成功率，一直到雾化期结束。这种牛犅花主要是属文旦白叶等分香科的根系。若参感密度偏悬的时阵，会造成根部严重受损，影响水分、养分分输，出现树势衰弱、产量下降等情形。严重时阵，甚至规丛死亡。目前都是牛犅花的生态高峰期，所以将因的卵去除掉，也加做目前上重要的做法。放卵生囝了，迄个囝咧食，你才油啊根啊，愈油的伊愈爱啊。啊，你讲咱的细根若去食了的。都会坏呀，溃疡啊，让它有缝隙之后，然后那个小熊天它就会产卵在那个板子里面，然后来我们就是再去把它隔天收取起来之后，把那一些蛋刮掉。这样的话就是它不会再繁殖下去，然后对我们的园区的话那个树是一个保护这样子。受去年风灾影响，今年麻豆文旦整体来讲有讲会少3成，其他6到7成都是中小果期，也搁较显示防治的重要性。台南农改另外提出3点建议：清衡管理，即伫油品生卵限制，甲野顶油杀，也搁有人工巡捕，好有能去把握雾化初期防治关键的时刻，减少牛犅花后续危害，来维持果子树健康甲产量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过年有民众伫咧家己当少项蚵仔来食雪糕歹巴肚，即马民众指控业者讲啊，本地园艺负责，即马说反悔无爱赔啊，有100外人来受害。业者迄边是出来发文案，讲卫生局检是拢无问题，认为防迫害名声，两边调解无成，按算要拍官司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今年过年时阵，有民众来到东石行蚵仔的餐厅食饭，发生吐骨、歹巴肚的状况。经过要3个月的时间，业者甲民众最后调解失败。受害民众伫网络发文，讲业者原本要负责任，即马说讲因是家己去感染病毒，甲因无关系。业者他们委托的保险公司认为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没有赔偿责任，所以协调结果是调解不成立。但是本件因为受害的民众蛮多的，所以也有可能成立那个食物中毒的可能。23号的时候，卫生署有去检验，他22号的那时候就已经全部清消完成了，也没办法拿什么东西回去检验啊。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集体群聚，所以才会感染。他们没有验到什么检体，所以不理赔我们。业者是出面发文案。讲卫生局伫代志发生了后，连续来检查几落摆，确实无验到相关的病毒。消费者伫网络的发文对店的名声已经带来影响。家己县卫生局嘛表示，伊当初无摕到检体，环境检查嘛无问题。关于本案当时调查已无实于检体，卫生局进行环境抽验，抽验刀具与砧板及厨工体检，检验结果均为阴性。卫生局检验就完全没有问题，没关系。那这边大家协商没有，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去走诉讼。你一直要损坏我店家名誉，我不能接受。民众讲，受害的人是无同时间为无同所在去的，所以无群聚感染的可能。业者是认为，嘛有其他同一个时间来抢物件的人，拢无发生问题，所以甲店内食物无关系。双方无共识的结果，拢无排除要透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因的权益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来关心下半晡的气温。北部地区26度至32度，中部地区28度至32度，南部地区28度至33度，南部地区25度至29度。外岛地区22度至30度。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。
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，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。